劍橋高材生，青年小提琴演奏家，私生活干淨的何家千金，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！哼，你们何家好教养啊！文文，当着老太太跟曲总的面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这视频是假的，对吧？是被人陷害的呀！啊，阿离，对不起，我是被陷害的。老太太，实在对不起，给我们一点时间，一定把这个事情调查。不必了，曲家丢不起这人，取消联姻。哎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！订婚礼物，喜歡嗎？是你？你和你媽欠我的，欠孟家的，我會一筆一筆討回來的。